合众新一代接新嘅推动后米速动机，系东埔客家族群嘅年度庆典。客人在国务国庆之后，为期盼今天车体嘅速动器，主题出现晚宴，还有气球、高兴然后风调雨顺太风俗。推动客家文化当中，最早的表现特色嘅就系美食文化。推动后米速动机，期盼到一下已经第5年。推动县政府按多年来用心发展菜体特色，今年还够用爱家乡食好米做发通的主题，用工艺包装发通，广告载体产业的方式，成功的推广东埔客家族群淳朴喜客、爱家爱乡的精神。韩国上的几多年前来一片乡下见证、老传承、具有意义的客家文化。客家电视台赞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又见面了。我是客家电视台的风神特派员雷马哥哥。今天来到这片呢，是推动的客家文化园区哦。我是爱来亲爱菜地好朋友班的妹啦。今日下午1到点的班的妹拢喊忙来，无时间过年哦，唔可以示范。你马哥哥，你用贴片咯。系哟，来前嘅啊，眼叫冇看到，头到都疼到唔得黏牙嘅哦。冇啦，今日来到推动啊，还吃到空气质菜贵好呢。贵像有好吃的东西，咩事呢？哦哟，冇变呢，一定按相思。强开等下来去吃好吃的东西啦，好冇？做唔得，今边有任务诶。起码嘅任务咯。哎哟，停下行咗错嘅啦。唔爱叫他茶底嘅，来停下行哦。我叫他茶，等下一下，等一下，来到的推动，连马哥哥天天心情就强松起来。班里妹一旦来去推动清有名的白龙太头，看到个贵太片发芽芽的金黄乌龙，天发地发的蔬菜，起电视人茶点满那个香油油的蔬菜老了，来唱上讲 I see you。头多班的妹正来讲一摆的好米速动机，结合的工艺路走，最达成的正来报名的10公里路走。我贵叫无运动的呢，不过我能参加亚洲片系酷手马拉松，自比创意，无爱比速度嘅啦。讲！你马哥哥，你今日来做咩嘛？我看戏来贵唱是遥控戏呢。系啊，我遥控戏做得在客家天师台鸟。客家天师？客家天师唔就系艺术嘅哈？系啊，唔啲我哋今日做安尼，我来做咩嘛？嗌啲，我来参加就系酷手路走啦。系啊，唔看我哋安尼为第一名嘛？我哋做安静止安闹，绝对做得大条命嘅啦。讲嘅安多，做下法拉比波嘅显数已经启动在路上，准备要开始嘅哦。一摆公益马拉松系用传统棒米场嘅上做信号，10分嘅有意思。哇，现场安多人，看来一摆马拉松比赛真经鬼激烈咯。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开心起跑！大家加油！现在鸣枪出发的是我们42.195，还有21公里2组的赛事哈。选手沿途请不要只记得跑步，还要看看我们周遭的风景，以及我们补给站所有热心的工作人员为你们所做的服务。瑞塔，是，我觉得很特别，怎么会是中间怎么是让你喝仙草
不是喝水呢？你知道我们客家人他盖仙草很有名，而且它就是可以帮助你解热啊。大家在跑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又渴又热？这个时候喝仙草刚刚好，非常的舒服。而且呢，以前我小时候都觉得仙草是仙人喝的，这么高档，真的是非常健康的无毒的饮品哦。所以让大家呢今天可以跑步运动，而且可以喝下这么棒的饮品，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舒服。好，大家预备心情，待会要起跑喽。我们现场10K 也有酷手组的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了，斗笠北北跟大家挥挥手。还有呢，还有我们酷手装扮的在哪里？还有谁？后面对不对？哦，好，请大家今天好好的享受，好好的玩哦。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舞台上的摄影机，可以跟他挥挥手啊！耶！回家看电视就看到自己哦。好，我们前面蹦壁胖起准备哦，我们要倒数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我们这一组将近上千位选手，希望大家过程当中能愉快的跑步，要注意安全记得补水记得补水。大家很有活力，还有妈妈带着小朋友推车车一起跑哦。我要看到我们的古代人呢，有古代的人呢。是旗袍美女啊，你什么古代人？OK， 今天呢，我们一块做公益这个爱心路跑马拉松的活动呢，非常棒哦。那今天也很多的家庭是亲子一起出游，亲子一起公益路跑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爱心活动。也谢谢所有的跑者，一边在健康活力的马拉松的时候呢，也帮我们爱心做公益哦。推动县政府推广泸州法通结合的采体客家文化，本大家的客家文化之美。也摆法通假日的爱心公益，泸州的人每走1公里，主办单位就出1个元，天数弱势族群，为沿着加油。立马哥哥提也摆泸州当中就刚受到大家的热情，泸州唔单枪做得做公益，身体咪会很康健。这才是一江一股米汉的江师傅。身为在地人，看到大家来参加公益路走，俺有意义发通，心情看到动欢喜呢。一路上不是同大家加油，嘛看到几多大人带小人呢来参加路走，俺大家爱加油哦！我哋来到呀个地方池上镇干线，沿途的风景鬼讲鬼闹，奇怪咯，你妈哥哥那按慢咯，还蛮多哦，很客哦。哎呀，平常时都冇得运动啦，莫怪啦，这边挨慢呢哦。很客哦，唔系这2公里呢。2公里，挨慢痛痛啊！哦，我呀哈都是吃菜贵腰的呢。我当然以来吃好吃的东西啊。好啊好啊，看看这个来去吃。好啊。哎呦，呀你妈哥哥啊，人走2公里就讲安甜安甜。看起来我国家队于头前的补给站是东西能黑啊！哦，休息站到哦，你妈哥哥。休息站诶。系啊，唔看我准备几多东西耶，有哪怕的饼诶，做得啦，一饼的最好吃啦。
不好吃呢。唔看，你买嗰個也最好吃咯。咩東西啊？台東嘅米奇木。台東嘅米奇木哦，係啊。都是可以咬哦，用開來是。哦，真挺好吃呢。我今是將我頭家講嘅。頭家講嘅吼，很多東西我陪邊邊嘅路夫教嘅認識呢。係啊。你買嗰個吃飽嘅冇啊？吃飽誒。好啊，吃飽人就會教嘅啊。吃飽有飯咧。頭擺有人士講過，休息係為咗去行高卡人嘅路，一支花講啊無正差，只會按人嘅馬拉松，嚟自其他嘅就係失敗呢。太多美食蛋。就睇金黃色嘅火龍地圖，我心情變到安逸，睇慢耐嘅都喺天橋嘅路上跑步，趁平常時運動真勁都冇效用呢。佢將一步步花就按你呈現喺我面前，雖然路途還係貴遠，不過我會繼續走下去嘅。哇！你馬哥講開，也將台東池上最強最鬧嘅都好啦。嗰係金城武術係咩？係啊，啲嘢啊。我知道我壓下體壓片，就衝金城武強用，就衝金城武強用，就衝金城武強用。哎呦！你馬哥講按你講都唔會費事哦，實在睇唔下眼呢。真見東費事啦，一時冇注意，就感覺即刻變做金城武誒。花工轉來我哋按3萬就會按9，總算愛到終點哦。一上到獎牌啲嘅等我就會親愛全力走上終點。太強哦！總算這樣係咧，有獎牌咧，獎牌啊！太強哦！剛才你去休息好啦。好啦，我哋去看表演啦。好。我承辦的每兩個人總算完成的是公里的路走發通，拿到獎牌的時節啦，我真勁感動到會叫出來喲！我歡喜做得完成100的馬拉松，後背我哋還會繼續帶大家去體驗台東的河米速凍機哦。行人對白宮的信仰已經成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在客家莊地區，農家收穫係一件大事情，每家每戶都會準備祭品來拜白宮，祈求各行人開工一切順順利利，風調雨順。愛感謝白宮保庇今年的豐收，也就是客家人飲水思源的精神。世世代代就按你傳下來嘅。條東人哋看起嚟，客家嘅傳統祭典以後啊，辦你們唔帶藝來鴉片，到底愛做乜嘅喏？我來拜白宮啊！白宮拜白宮愛做乜嘅啊？人哋見邊愛拜白宮去跌跤。跌跤嘅係有乜嘅法通冇跌跤嘅以後愛做乜嘅喏？唔就唔知哦，見邊跌跤啊，跌最多嘅年啦嗬，做得啦，帶回30公斤嘅米呢？30公斤嘅米哦，加唔知愛12嚿嘅哦。唔會，我會教看冇啊。唔講我一個人教遊戲無聊呢，冇老愛跳下來 PK， 唔知道用嘅啊？我講唔哦，冇來行啊。我一定會贏嘅啦。我哪會贏啊？我會贏。我哪唔會輸本呢？可能是萬年夠厲害咯。白宮講哦，這裡哦，安靜的這位哦，不然哦，一天哦，三杯哦，新杯好冇？新杯，好，有五個架子。好，來，掌聲鼓勵啊，好冇？好，來，好來，加油！白
八公，我係啲推動師，我嘅名秀文，今日來到池上，希望做得本愛前輩哦。好來，預備。我有一筆哦。來聽一筆哎，來聽一筆。八公，感謝我，哥本愛啲呢哦。來，聽一筆。哎呦！有了！加油！八哥，按姿勢，我秀文哦，我個本意，我一筆哦。好啦，看起來信心哦，那比3筆啦。八哥，按姿勢。哇，班内模有2个身高，很厉害哟！有样是推动的载体人，八公抢波比爱，爱让班内模行爱前面带转去路卡啦。八公嗰種模剛輸到愛成衣呢，用到電模身高呢，唔怕。雖然八公模本來上嘅身高，不過成形成衣最重要啦。跳到你度比啊！係啲咧，依個身高呢？係2嘅身高嘅，唔可能高厲害，八公嗰上矮啊！最近八公高上呢？我要得拜八公咧。唔講係知道係拿到一個就做得咧，一個本來。好啦，本。雖然冇拿到體獎，不過做得參加暗號教嘅特教嗬，嘛該有意思呢。冠軍係一個細妹嘅，男貴30公斤嘅池上面，教係好教嘅特教嗬，我哋來一趟營業費哦。你馬哥哥頭都有識爆毛啊！哦，我下當驚唔會係有識爆毛，係要用乜嘅抗氧，我本來吃嘅係咪？當然啦，快後背有冇？有你哋教鬼好料呢！一個係乜嘅東西啊？做得攞嚟講一下冇？嘿嘿，看到冇？公米包從波浪，一係乜嘅東西？我用嘅料咯，我用嘅搞。等下就包一包5公斤嘅米啊，就一斤幾來，最夾幾來啊，就一包池上米。5公斤哦，安強啊，出賣貴細包。咁唔會停啊，強下來去比賽咩？當然冇啊，唔夠啲啊，兩位同學加油。公米包比賽，我就地冇好窮嘅，但我曾經照上腳樣嘅真可以前面帶咗起副卡哦，唔怕，我喺堅持到客人失望大兵嘅精神，讓嘅我攏去表鐵啦！耶，立馬哥哥，加油！加油！預備！立馬哥哥加油！哎呦，邊個？啊！一天做唔得輸，條前有好勢嘅推動米，一上到人愛就千命個緊走，總算本來到終點呢。啊！不要搖頭！耶！哥哥第一名哦！耶！立馬哥哥實在鬼厲害呢，只有第一名哦！公米包比賽。每日參加公米包嘅人，都會拿呢5公斤嘅白米，走600公尺，150嘅人，細來細妹攏做得參加，看埋人最佳走回來，就做得拿到一包池上米。後面數動機嘅發圖唔係按你名哦，還有幾多所做嘅 DIY 發圖，聽下嚟來意看看哦。先生，講係做嘢啊！好，兩拿團來拿起來哈，拿空起來啊！拿起來，來冰上去，用冰上去嘅啊！冰上去，數太啲來傾下去，傾下去，我念做嘅，我
过太哩嘛？啊，太哩地位是养龟，嘿，我养龟命，养龟片。哦，要片啊？好，咱来拿起来，拿起来。你来拿起来，好，你看。哎呦，哎呀，你看伢都还无装好啊。无装好。啊，俺要讲啦，哎呦，都差不多，嘿，俺俩边吼，咱来收，应该有边嘛吼，俺来收啊，咱要食。哦，收啊，咱来收咯。种个这个啊，俺都按来收啊。按你收哦。按你开车係足多嘅啦。插。嗰度就唔賣。嘿，嗰度都冇嘅。按好高嘅娘奶版是 DIY， 老娘奶用板印成图去印上去，慢慢的去卡。唔看两下半數，我嘅視頻就做好咧。講係會好嘅哦。唔看，按你好誒，按你好誒。阿妹做得嚟，哎呀，妹做得嚟。按你沒做對嗎？哎，做得，愛好誒，愛好誒。係用嗌你講會講，我唔掂啊。哎呦，你用按人咯。看都抄嘅。唔係，嚟試下。哦，抄嚟，哎呀，有獎冇？有獎冇？有獎，請獎。當然有獎哦。有獎。龍龜獎。龍龜獎。馬龜獎。明明就嗌個獎。金鼎東獎，讚。班你妹很強哦，唔但搶人上到一獎，冇想到做 DIY 成果咩咁厲害，實在係佩服。現場還有幾道 DIY 發通，做啲設計發一種對一擺推動後面數動機嘅印象，就可以用明信片約好盲人愛再來。我哋當然未做嘅特殊風格嘅明信片。雖然唔係畫到一定獎，不過我哋講好盲人愛再來了，每本設計一個美好嘅回憶。哎呦，佢哦，今邊發通按到。哎呦，點解嗰個按你都你跳嚟點跳埋啊？唔係，今邊發通又講麵包，又還有滷酒，按到發通真勁動氣哦。冇感覺按你改好了嗎？嘛改有意義啊！唔按你講，我上到今邊公益滷酒真勁動有意義呢。像我哋只有1公里啊，主辦單位就揀1個人出去嘅。啊，唔今邊只有1公里啊？上次，我只有4公里呢。4公里，係嘛？小兔4公里呢？不說我哋揀呢，20元。如果真勁動聽呢，行一擺做得冇滷酒，冇講麵包好冇？哎呦，莫猜啦，按你拍，唔看嚟無所所，按健康都冇得也走嚟走去，而不是來推動情愛。冇，行一擺來推動啊，我唔會滷酒，唔會講麵包，搶等我去食好食的麵包，按你就好誒，唔講好冇？好啦，又冇問題啊！推動嘅東西最好食，我哋推動唔難好食呢，咪有幾個地方改醬做得意料誒，啊，還有一個改醬嘅聲味第一定啊！哎呦，真係談唔下嘢哦，動氣，我聲味太假，爭嚟了啦哦，談唔下嘢哦。今邊嘅改歡喜，趁推動嘅菜地好朋友，把你妹搶下來遊山花，又搶又嘅山，還有金黃色嘅霧，也清新嘅空氣，本來感覺到通體舒暢。也拜班你妹帶我來參加後面數動機嘅發通，看到大家按有熱情，按做就放長為公一路走做暖身。立馬哥哥做得參加按呢嘅滷酒，真是係貴得啦！加油！加油！大家很有活力，還有媽媽帶着小朋友推車車一起跑哦。啊！我要看到我們的古代人呢，哦，有古代的人呢。的活動呢非常棒哦。那今年也很多的家庭是親子一起出遊，親子一起公益路跑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愛心活動。
的歌舞表演以外，当然主办活动咩系轨道，有传统嘅客家表演，还有客家流行歌曲的演出，叠笋糕、拿米包、从舞龙同马拉松比赛。希望下一摆还有机会再参加按精彩的活动，推动后面速动机，约好下一摆再见了。